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嚇，歡迎嚟到我哋撇頭可揾樓團隊。咁我係今期節目主持人阿 King。Hello， 大家好，我係 Queen。係啦，咁我哋咧今期就嚟翻阿 King 嘅一個老東家啦。咁就係我哋坦洲嘅一個著名豪宅佳景康城啊嚇。是的。咁目前咧，阿 King 同阿 Queen 身處個位置咧係位於我哋4期嘅一個停車場啊。可以見到阿 King 身後邊啦，就係我哋嘅一個公立小學同德小學啦，以及學校後邊個位置仲配套咗一間公立嘅幼兒園，同性幼兒園啊嚇。咁就跟住鏡頭睇下周邊樓下一個環境先。咁依家目前咧啱啱提到過啦，係處於我哋4期嘅一個停車場。咁好似話學校旁邊啊嗰啲公共嘅充電樁啊，目前嚟講係已經安裝完畢㗎啦，係已經係準備投入使用。咁目前咧就係攞啲膠紙袋啦，笠住咗，暫時未完全使用嘅，但係設施已經完全落地建成㗎啦。咁再睇翻下我哋4期呢一邊咧，其實佢係有比較多嘅一個商業群樓。咁4期嘅商業群樓會比以往1期、2期、3期更加多少少，因為呢邊嘅話咧，佢主要係做咗有2層嘅商業群樓嘅，而且成個商業群樓嘅一個外立面，佢亦都係做咗個升級嘅。咁早期1、2、3期啦，睇翻起身可能仲會有少少嘅坦洲氣息啊。咁呢一期嘅話咧，基本上睇起身咧就已經係升咗個 level 噶啦。咁基本上係唔同一個觀感嚟嘅。咁由於依家目前4期嘅一個主門樓啦，佢係未處理好嘅。咁阿 King 咧，目前只可以帶住大家通過我哋呢一條消防通道入到去我哋花園入邊進行一個實地參觀啦嚇。咁首先一入到嚟咧，就係望到我哋4期一個中軸嘅園林水景觀帶啦，就係我哋面前呢一個啦。咁同樣地，成個佳景康城咧，相信了解過我哋3期嘅朋友都知道，成個屋苑嘅綠化咧係做得十分之唔錯㗎，係對得住佢呢個價位嘅。咁依家目前咧有少少嘅一個貨量啦，就係有我哋15棟嘅位置。咁15棟咧就係阿 King 嘅一個右前方嘅位置啦。係呢度係右前方嘅位置。係呢個位置右前方啦，咁對住我哋嘅個方向，朝住我哋呢邊方向咧，其實佢係擺咗2個 size 嘅，一個係106方嘅啦，一個係140方嘅一個粵式戶型啊。咁喺背後見唔到嘅位置咧，就係匹配咗2個戶型，一個係107嘅3房2廁，另外仲有一個係118方嘅一個3房2廁啊。咁阿 King 咧近期都有成2個零星期係冇翻過嚟佳景康城呢邊噶啦。咁睇翻下咧，佢嘅工程進度咧又多咗嘢啦。因為早期阿 King 睇翻落嚟咧，可能大概都係7到8成左右啦。咁依家目前嚟講已經係有9成左右嘅工程進度啦。咁以及我哋啱啱入嚟嗰陣時咧，都係見到比較多嘅工人啊，目前喺度進行緊施工狀態嘅。是的。咁阿 Queen 你覺得呢個花園？你應該未嚟過呢度係咪啊？有冇嚟過啊？跟你一起，你拍片的時候來過幾次？但係我哋冇嚟4期喎。係啊。我哋係去3期當時。係啊。係啦，咁成個4期咧，睇翻下呢邊個花園啦，其實佢係有一部分係未完成嘅。咁最主要完成嘅咧，依家目前就係我哋嘅一個9座、10座啦、16座以及15座啊。咁其中9座、10座咧已經係基本上完全售罄㗎啦。咁16座嘅話咧，亦都係差唔多完全售罄。咁15座嘅話咧，目前仲有少少貨量，但係針對於都係我哋嘅03以及04單位啊嚇。咁以及我哋已經推出咗一段時間嘅89平方嘅一個3房2廁啦，佢係處於我哋嘅8座嘅位置嘅。但係由於我哋嘅8座啦係冇整示範單位嘅，所以
89平方個單位咧，只可以去9座嗰邊去進行一個參觀啦。咁依家就跟住阿 King 嘅腳步嚟到我哋15座嘅實體大堂呢個位置啦。咁睇翻下呢個 lobby 啦，佢做翻起身咧，佢嘅觀感亦都係成個坦洲嚟講係屬於最高端嘅啦。咁兩側嘅話咧，佢係做咗一啲休息區，以及我哋嘅信報箱。咁未來嘅話咧，以街景嘅習俗，樓下1樓咧，仲係會有個洗手台嘅配套嘅喎。係，而且呢個公區嘅話，佢個空間感唔細嘅，因為再入翻少少咧，都係有個位置可以睇到嘅。點啊？成個觀感係咪睇翻起身有少少唔同啊？同周邊啲樓盤，感覺會稍微裡面的環境啊，各方面的會比較高檔一點。係啦，佢呢啲位置咧都係做咗啲休息區㗎啦。咁當然啦，一分價錢一分貨嚇。咁北景街景康城咧，佢係屬於成個坦洲目前嚟講係最貴嘅一個屋苑啦。咁佢會俾到啲乜嘢我哋咧？這個就是你最熟悉的啦。有些什麼呢？係啦，咁我哋就直接入翻嚟我哋嘅一個實體 lobby 入邊啦。咁從呢度門入嚟之後咧，就係我哋15座嘅1樓大堂啊嚇。咁睇翻下啦，成個大堂嘅空間感啊、隔空層其實都 OK 嘅。咁佢主要嘅設計咧，都係做咗一啲瓷磚啊，以及拉絲金屬啊，以及啲玻璃面嘅。咁成個氛圍咁做翻起身咧，係有少少新中式嘅感覺啦。咁以及呢啲咁嘅防煙門，第一佢係包到上頂嘅，係比較少有嘅嚇。因為呢啲公區嘅話咧，好多發展商都係俾到鐵皮門就算嘅啦。咁呢個咧佢就係雖然而家鎖咗嚇，咁佢係做咗一啲拉絲金屬啦，以及木門，但係佢中間嗰層咧係做咗一層耐火耐燃嘅材料夾住喺度嘅，所以佢係符合一個防煙門、防火門嘅一個特徵嘅。係咁再行翻入少少啦，咁成個 lobby 嘅話，天花板都係做開啲無主燈啊，以及啲四邊凹位嘅一個凹槽啦。咁 lift 咧係2部嘅，呢個樓宇嘅話咧，佢總高係32層。咁唔知後33層冇先講錯咗，33層嘅總高，跟住呢度係呢個2梯4火嘅產品架構嚇。咁阿 Cream 你想帶我去地庫啊？做乜按咗個落嘅？咁我哋就直接上去睇睇，入埋電梯啦。係上一次你帶我去山區那裡，我是看到它的走火通道全部都是已經鋪了瓷磚的喎。係冇錯。咁然而咧，成部 lift 個位置咧，佢啲裝修做翻起身，其實都係比較靚仔嘅。咁 lift 嘅話咧，就用翻日本品牌日乜啦嚇，就2個字嘅。係跟住其實街景嘅電梯咧，我覺得一直都係有覺得有啲港風嘅，因為佢啲空調扯到好慢啊。就算依家1月份嘅話咧，佢都係扯得有啲犀利嘅。會唔會係你腎虛啊？咁可能係啦。你又算啦，費事調戲你啦，觀眾朋友面前。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我哋街景康城15座嘅一個6樓啦。咁喺阿 King 身後邊嘅話咧，嗰2伙基本上就係已經沽清嘅狀態㗎啦。咁就冇乜樓層可以選擇，所以呢邊咧同大家介紹啦。咁後邊2伙咧就係個106，以及我哋一個140方嘅單位啊。咁呢邊過嚟咧，仲係有2伙嘅，咁分別係有我哋嘅107啦，以及一個118方。咁呢兩邊嘅單位咧，佢個向頭都係朝住一個東南向嘅。咁同樣地都係做到個3房2廳2衛嘅一個佈局啊。咁入翻嚟呢度啦，睇翻成個公區，咁你睇翻同之前有咩唔同？這裡的話呢，這個公區的位置有個消防門嘛，然後這裡的話就相當於這2戶人家共用一個公共區域咯，係啦，可以自己擺放那些東西咯。冇錯冇錯。然而佢呢個防煙門咧，都係按翻豪宅嘅標準去進行一個打造嘅。咁就係同樣都係一個木紋嘅面板啦，以及一個金屬拉絲嘅面。咁呢個防煙門咧，喺大陸嘅法規入邊嚟講咧，係要求係長閉，但係唔可以上鎖。係咁再睇翻下公區一啲牆面嘅瓷磚啦，佢都係用翻啲比較大塊嘅瓷磚，咁整體嘅觀感一體化咧係比較強嘅。另外呢啲位置嘅話咧，
佢仲係做埋晒一啲我哋嘅美縫嘅一個設計嘅，睇咪到呢個位置都係做埋美縫。咁包括我哋嘅地磚下邊，佢都係用埋啲比較大嘅瓷磚，以及做咗啲美縫噶啦。咁公區呢啲咁嘅鋁合金踢腳線咧，佢亦都係俾埋我哋嘅，所以成個公區嘅一體化感覺咧係十分之唔錯。咁阿 Cream 你想先睇邊個單位啊？先看我身後的這一個03戶型啦。其實阿 King 一直都係比較中意呢一個戶型嘅，因為佢嘅一個 size 就唔會好大啦，107，咁係做到一個3房2廁嘅。咁佢呢個戶型嘅話咧，就係傳統嘅一個直廳戶型啦。咁睇翻出我哋呢一個露台，佢係贈送一半面積，呢個露台都贈送一半面積嘅。咁我哋呢個主人房嘅位置入邊咧，仲係有一個露台。咁呢3個露台都係贈送一半嘅面積。咁以及呢個房間嘅飄窗台啊，呢個房間窗台佢都係屬於全贈送嘅。係咁由阿 King 介紹，唔係就由 Cream 介紹翻我哋嘅一個交收標準啦。大家都知道，我們 King 的話呢，之前一直都是在這裡做銷售的嘛，對這裡的一磚一瓦非常的了解，所以剛剛講的都非常詳細。像這裡可以看到我們交付標準的一個子母門都是非常高檔的，同時的話呢，智能門鎖可以做到一個人臉識別的一個交付。咁佢呢啲咁嘅子母對開門啊，一般嚟講可能都俾翻啲大少少嘅單位先會俾到。咁呢個人面識別門鎖咧，亦都係最近15座同埋16座先進行一個升級啦。咁佢就係一個韓國牌子3字頭嘅，咁我就唔過多透露啦，觀眾朋友應該估到嘅。咁佢係支持一個人面識別啊、IC 卡啊、指紋啊、密碼機械匙都係 OK，都係組合到嘅。咁然而呢邊過嚟咧，仲會有少少配套嚇，因為我哋佳景康城咧，佢嘅交收標準係帶埋我哋嘅華為6角開關啦，以及智能主機，以及呢啲咁嘅大金中央空調嘅。咁呢個開關嘅話咧，有啲好玩嘅地方就係我哋交俾你嘅咧係屬於個基礎版，就係可以控制我哋個空調啊，以及我哋一啲窗簾啊、燈光效果呢度都可以控制到嘅。咁如果日後話有需要加裝嘅朋友咧，我呢邊亦都係有預留線路，你係可以直接加裝埋其他啲功能設備接駁我哋主機就 OK 㗎啦。咁再睇翻下我哋廚房嘅位置，可以看一下我們廚房這一邊，就是進門口的左手邊做了一個兩邊雙排的一個上下櫥櫃啊，包括我們的抽油煙機、燃氣灶，並且這個消毒洗碗機嚟嘅，洗碗機來的。都是送好給到大家的。咁品牌方面咧，呢邊佳景一直都係用啲唔錯嘅交付品牌㗎啦。咁3件套咧就係用緊一個點形容佢咧嘥銀紙嘅一個品牌啦。咁包括頭頂咧都係有個日本 Panasonic 嘅一個廚房冷氣。咁我哋呢啲咁嘅廚櫃啊，亦都係一個歐派嘅牌子。咁呢邊咧亦都好貼心地俾咗一個交收標準嘅一啲品牌出嚟喺度。咁亦都可以俾個鏡頭俾觀眾朋友睇下，佢整體嚟講係用咗一啲咩品牌？可能少反光，我咁豎住可能好啲，係。我咁豎住可能好啲。我們到時候截個圖，直接放在屏幕上給大家看。亦都可以。我轉頭就擺翻上去個大螢幕度。咁再出翻嚟咧，佢呢個位置就係我哋一個生活露台。咁生活露台佢雖然唔係好大嚇，但係佢呢啲咁嘅家政櫃咧，亦都係做晒俾我哋，係作為一個交收標準俾到我哋嘅。咁下邊係預留咗一個洗衣機位置啦。咁呢邊咧係預留咗一個櫃仔，咁你可以日常擺下啲消毒水啊、洗衣啊，係啦，同埋啲柔順劑等等之類啲嘢啊。咁呢邊咧都係預留咗啲電掣位以及一個熱水爐嗰個空間㗎啦。係咁，如果係話有想封窗嘅朋友咧，就建議你安裝完天然氣管道之後再進行封窗啊，避免發生一啲到時搞唔掂嘅情況。咁雪櫃位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闊落㗎啦。基本上擺個大雙門問題唔大嘅。係咁，如果係話有想做開放式廚房嘅朋友咧，呢埲牆亦都可以進行一個剝咗佢、打通佢嘅，咁就連接客廳嗰邊。係咁廚房參觀完啦，就入翻嚟睇下成個餐客廳嘅觀感先。餐廳跟客廳的一個開間應該都是一樣的，去到多少啊？你估下？看一下，有冇4米？冇4米。係啊，幾多？ 3.7米。
3.7米嘅一個開間，但係咧阿 Cream 身後邊呢啲咁嘅護牆板咧，亦都係我哋一個交收標準，佢係做咗個電視背景板嘅。咁成個空間咁睇翻落嚟啦，都係比較 OK 噶啦，係。但係交收標準咧，發展商亦都擺咗塊牌喺度嚇，因為早期裝修嗰陣時咧個色板用錯咗，所以發展商咧喺呢度掉咗個正確色板度。咁我哋而家睇翻，顏色有點差異咯。係材質一模一樣，就係顏色會唔同。係咁，然之後呢邊過到嚟咧，仲全屋帶埋我哋華為 WiFi 7嘅一個星鏈路由啊。咁我哋15座呢邊咧細單位，即係話106、107以及118咧，都係配咗3隻呢啲咁嘅寬頻嗰啲子母信號放大器嘅。咁如果係話140方個單位咧，係配咗有4個嘅，可以實現到我哋全屋嘅一個寬頻個信號都係爆格㗎嚇。你只需要話接駁條寬頻去我哋嘅弱電商，全屋都可以掃到呢個網絡信息。咁再落翻嚟，包括呢啲咁嘅窗簾啊、電動窗簾軌道啊，佢亦都係一個交收標準。係咁，我哋頭先有個華為6開關啦，其實係可以直接喺上通上面撳嘅。到時候要加一些智能設備就直接加就行了，係啦，冇錯冇錯。然而個華為6個開關咧，仲有一個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可以 download 我哋一個華為智慧生活嘅 Apps， 直接通過手機去控制呢啲或者空調或者燈光都係冇問題嘅喎。會唔會覺得呢部門好重啊？是。我推咗咁多嘅發展商嘅趟門咧，始終都係覺得呢邊最重。說明這個用的材料比較好，真材實料。可以俾個鏡頭睇翻下佢一啲鋁合金嘅個闊度啦。咁喺出邊雖然見到都係有啲 YKK 嘅門窗，但係就一直都見唔到有咁厚嘅一個闊度。厚很多。係。然而街景呢邊咧，好多業主咧係打颱風嘅時候咧，好多佢都係唔黐膠帶嘅。貼住它，怕那個。係，我見咗好多都係唔黐膠帶，因為佢玻璃係使用個雙層信義嘅隔音玻璃啦，以及係一個Y 某 K 嘅一個鋁金件組合而成。比較脆弱一點咯。因為接受嗎？第一就係個玻璃都幾厚嘅，第二個就係個鋁金件嘅實淨，所以導致有啲人就直接唔黐。係咁，再俾翻個鏡頭睇翻下我哋成個露台一個觀感先嚇。咁其實呢個露台話佢向頭係朝住一個東南向嘅位置啦。咁目前嚟講咧，我哋前方嘅視野係完全冇遮擋嘅。但係我哋面前有個馬賽克個位置，未來嗰個位置咧係會有一座大廈喺度企翻上嚟嘅。咁樓間佢過去咧大概就係60米左右。咁下邊咧都係以綠化為主噶啦。咁成個佳景康城咧，其實佢4期嘅體量咧都係比較大嘅，總共係規劃咗有26座大廈，比較大的一個樓盤啦。呢個屋苑嘅話咧，可以話係坦南片區屬於最大嘅。咁如果係你話坦洲片區咧，咁啊第二，花城大佢啲係。咁再轉翻個鏡頭啦，呢邊就係我哋嘅餐廳位噶啦。咁其實呢個餐廳位都很大啦。係啦，你點擺都夠嘅，因為呢個戶型佢整體嚟講嘅市正程度咧係十分之市正嘅。基本上你一入嚟一眼睄過去就知，呢度應該擺乜嘢，嗰度應該擺乜嘢，係比較好擺放規劃，去設計都方便。係啦，冇錯冇錯。同埋你摸下呢啲牆面嗰啲乳膠漆，有冇一種好似摸雞蛋殼嘅感覺？對，有點磨磨的那種感覺。係有種摸雞蛋殼感覺。咁呢啲漆面嘅話咧，我哋15座呢邊雖然唔係用啲好似流黃咁用美國大師漆嘅，咁呢邊咧都係用翻個多樂士嘅水溶性漆，但係佢嘅即係話擦牆個工藝咧，正常發展商可能都係3到4浸就完工，呢邊係做咗8浸嘅。那很多層喎，所以佢摸起身嘅質感會有啲唔一樣啊！以及呢啲咧，日常你攞塊濕毛巾去正常咁去清潔咧，佢都唔會甩，它都唔會掉粉啊之類的。但係如果你好用力咁捽咧，咁就唔知啦我未試過。係咁再入翻嚟就係我哋嘅休息區啦。咁啊，Cream同大家介紹下公廁。來看一下我們的一個公廁。公廁這邊的話呢，之前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看過拍佳景康城的啦。它會有一個玻璃上的中空百葉窗，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配置給到大家的。向下拉，向下拉。對。
咁佢呢啲嘅話咧就比較少有噶啦，咁對就係可以減少我哋一個清潔上面嘅問題啊。因為如果你外置百葉窗咧，可能有會有塵啊，你沖涼會產生水蒸氣啊。咁你百葉窗上邊咧就可能會起啲垢啊。你一咁多張葉你唔好清潔，咁呢種嘅設計咧就避免咗呢個問題。來再看一下，這裡面的一個空間的話呢，就一個人用。女生差不多，男生剛剛好，不能說很寬敞，只能說剛剛好。然後3段式的設計，馬桶啊，包括我們的洗手台面，還有一個鏡櫃的話呢，都做好的。它跟其他的交杯有什麼？其他樓盤的有什麼優點？佢呢邊主要都係用翻一啲德國嘢為準啦。咁好似我哋嘅星盤啊、馬桶啊，都係用翻。杜拉唔係漢斯格差，漢斯格差嘅個品牌，品牌好一點的德國嘢係咁，你處於一個品牌上面咧，會比某科啊，或者係某滔啊。會好少少嘅，咁龍頭方面咧，佢都係用翻呢個漢斯格差旗下一個品牌叫高叉嘅，係高叉呢個可能香港朋友就用得多少少啦，係包括頭頂 Panasonic 嘅一個浴室寶啦，都係做埋噶啦。咁個吊頂方面咧，同樣都係用翻個埃特版嘅設計，做翻一個酒店式嘅個風格啊。牆面嘅瓷磚咧，都係用翻杜格拉叉嘅一個瓷磚品牌啦，係。都係一個意大利品牌嘅瓷磚。咁再講翻下我哋街景一啲細節位啦，就係我哋嘅門鉸啊。咁其實睇翻咧，好多都係用啲比較簡單嘅門鉸啦，但係街景所有嘅門鉸咧都係用翻一啲比較實淨嘅機械鉸嘅。而內邊咧呢啲位置都係做嗰啲金屬啊，呢啲做嗰啲即係嗰啲靜音嗰啲隔物條啊，都係做晒俾你嘅。所以成個質感睇起身咧係真係會舒服好多。聽我們的 King 介紹的話，對這裡的一磚一瓦清晰的了如指掌啊。咁再介紹下我哋呢間房先啦。你先去介紹下咯。然後先看一下我們的第一間房啊，這間房的話呢，可以用作我們的一個兒童房來使用了。可以看到它這裡的床頭的2個插座都是預留好了的。牆身全部都是貼了一個牆布都係交收標準，用的材料算是比較多的啦。佢基本上呢度你入住就唔使話配太多嘢，因為可能你會覺得嘉景康城啦，佢個價格會偏貴少少喺坦洲片區啊。但係你係可以諗翻下，我哋係將後期需要執收嘅價錢擺翻喺前期嘅啫。對，就是裝修的費用啊。係啊，因為好多街坊朋友可能都會覺得我買翻嚟套樓有啲齋齋地，有啲 dry， 咁可能會加設一啲設備啊，例如空調啊、牆布啊呢啲智能面板呢啲，亦都有好多朋友想加裝嘅。咁呢邊嘅話咧，就收樓前一次性幫你做好晒，你後期亦都唔使話自己再進行嗰個加裝嘅。係咁再過翻嚟呢邊咧，佢個飄台位已經係駁咗噶啦，咁基本上係做埋呢個可用性嘅空間啦。咁呢出邊咧都係個東南向嘅一個窗景位啊。咁街景嘅房間咧，仲有一個唔錯嘅位置嘅，就係我哋嘅每縫門窗下邊呢個位置，都係自帶一個新風系統嘅喺度。呢度係可以進行一個關閉換氣啦。咁如果打開嘅話，呢度係進行換氣。咁呢啲咧就係通過一個空氣壓力進行對房間空氣一個換氣。係落雨嗰陣時咧特別好用。同埋啲門窗咧比較搞笑㗎，佢呢個咧係 YMOK 嘅，我遮住品牌啦。咁佢呢度有一個半開以及全開嘅一個lock 位啦。咁我打開依家全開或者我開晒佢嘅。但係如果屋企話有細路仔前提啊，我頂翻上去咧，佢就會咁半開鎖住咗㗎啦。安全係數很高誒。係啦，佢係3段式嘅開關嚟嘅。係，咁呢啲都係比較一個人性化嘅設計嚇。再落翻嚟呢啲開關面板咧，佢都係用翻一個 Schneider 嘅一個開關面板啦。咁床頭方面嘅位置咧，仲係帶埋一個21W嘅一個快充嘅喎。係，咁一陣我哋轉頭再主人房睇睇。好，看一下我們的第2間房啦。呢間房咧，其實總體嚟講空間都係唔錯嘅。咁唯獨一個問題咧，就係呢間房可能會同隔離嗰一伙比較近嘅距離。應該才20米左右吧？14米幾，差唔多15米位置對面。到時候裝個紗窗咯。
但係呢間房嘅話咧，因為佢朝住北向嘅，咁然之後呢間房日常可能作為一個休息區啦，咁一般嚟講可能呢度都會拉窗簾㗎啦。咁如果你話拉埋窗簾之後咧，基本上對面係望唔到入嚟嘅。係咁然之後呢啲窗簾嘅位置，佢做個凹槽之外咧，呢啲位置仲係預留埋一個電掣位俾你㗎啦。基本上呢啲後期你都係唔使話點處理㗎，包埋啲全屋嘅大金鐘條帶晒俾你。咁呢間房嘅話，空間咁啦，基本上擺張米五床做埋衣櫃啊，問題唔大嘅，係方方正正的，都係四正正嘅，係冇錯。咁最後當然嚟到我哋嘅最吸引嘅地方，我覺得呢個戶型嚇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位置。咁主人房嘅一個空間感咧，可以跟住鏡頭望翻下啲空間感夠唔夠寬？它從這裡都是送的，是吧？佢大概係從阿 King 依家企緊呢個位置啦。到後邊咧都係露台位嚟嘅，咁有一半面積咧屬於贈送，但係成間房咧就屬於一個長條形嘅房間啦。我感覺它的整個開間差不多有我們的客廳那麼大。差唔多同客廳大細呢間主人房。對。並且咧佢呢個位置咧預留咗啲位置係擺一個主人房嘅床啦，呢度擺張 king size 嘅床，問題唔大，2米都問題唔大㗎啦。咁呢個位置咧，就到時可以做翻個衣櫃啊，因為發展商上邊都係預留咗啲位置係冇做嗰啲筒燈燈槽嘅。咁你到時嘅衣櫃你可以咁樣擺翻。咁因為呢個門出翻嚟咧，如果你唔做呢個櫃係會對翻我哋張床嘅。咁如果係話有風水上面講究朋友，你呢邊可以做翻個做個 L 型嘅衣櫃咯，擋一下。做翻個擋水。咁再入翻嚟睇下我哋窗外景觀先。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戶型佢嘅窗景咧都係唔錯嘅，因為佢成個窗嘅一個採光面咧係去到一個180度嘅一個 L 型大轉角飄窗啊。咁基本上呢一縫朝南嘅位置，基本上就係完全冇牆噶啦。係咁日後如果係話想要揀翻一啲高層少少嘅單位嘅，我哋左前方嘅位置係一啲村民樓嚟嘅，但係佢個好處就唔會太高。咁我哋依家目前處於6樓嘅位置，咁如果高翻少少嘅話咧，咁望翻出去左手邊嘅位置咧係屬於比較開揚嘅嚇。呢個我覺得都唔錯嘅。是的。咁最後就同觀眾朋友介紹下我哋嘅主人房嘅廁所。我看到每個下面都還有一個夜視燈。小夜燈係佢都係有㗎，因為佢仲考慮到我哋日常晚黑你去屙薯鼠嗰陣時咧，就不用開燈啦。你就費事開燈，你路過咧佢就會着燈。但係前提要你全屋嘅燈光關閉晒前提下過去佢先會。房間這個木地板是瓷磚還是？呢個都係道格拉差嘅瓷磚。突然之間唔俾我講全稱，我有啲唔習慣。係啦。好，來看一下我們的一個套廁啦。套廁這邊同樣是用的一個3段式的乾濕分離設計啦。我們的一個地漏啊，它這個地漏就比較特別一點啦，做了一個網條形的，因為我們經常會女生洗頭髮嘛，頭髮比較多，很容易堵住。像這一個的話呢，它的開放面會寬一些，就不用擔心頭髮塞住這個下水道這裡啦。佢整體嚟講嘅一個地漏開間係比較大嘅，咁就可以作為一個比較闊嘅一個出水位啦。咁日後搞衛生啊，你撈翻起身，小心我冇撲街喎。對，好像這個衛生間跟公共衛生間差不多。會大少少，呢邊會大少少，同埋家境有一啲嘢咧，就係呢塊玻璃嘅內側，佢係做咗一層納米鍍晶嘅。咁呢層納米鍍晶有咩用咧？就好似話平時開車個玻璃上面上翻個雨滴，咁呢啲水當揩到呢塊玻璃嗰陣時咧，佢係唔會話黐喺上面，好似荷葉咁自動線走。咁日後你塊玻璃咧嘅水垢就會少好多，咁你清潔起身咧都更加方便。咁當然啦，呢層納米鍍晶佢一定係壽命年限嘅。咁如果話用耐咗少少，可能需要自己補翻下上去。我還發現它衛生間的這個吊頂啊，比較特別一點，它是一整面的過。係，佢唔係用鋁扣板，佢用個埃特板一 set 過設計嘅。用這種應該是比較貴一些，是吧？成本會高啲，但係你嘅觀感亦都會靚啲，因為有啲類似酒店式嘅個風格咯，係啊。咁呢個107個單位咧，我哋亦都睇完晒㗎啦，係。咁基本上咧，就係咁噶啦，3房2廁嘅一個單位嚇。咁目前呢一個單位嘅一個價格咧，
如果係話選擇翻啲低少少嘅樓層，最低價上車嘅15000幾係有交易嘅，15000多，最低樓層。有10000嘅交易，當然你話選翻啲靚仔少嘅樓層呢一價係做唔到嘅，但係街景有個好處就係佢嘅一個層差唔會十分之大啊，可能最矮同最高啊，佢差價應該都係喺10萬蚊以內嘅啫。那還好。咁呢個戶型介紹都差唔多啦。如果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隨時 contact 翻上方嘅聯繫方式，揾翻我阿 King 或者阿 Creep 帶你過實體睇下。咁我哋呢個戶型咧，亦介紹差唔多啦。我哋轉頭睇翻個大翻少少啦。好，轉頭見。轉頭見。OK，咁頭先咧就參觀完我哋107方嘅一個3房2廁單位啦。是的。咁可能有啲觀眾朋友想要翻啲大少少單位有冇咧？亦都係有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參觀翻我哋126平方嘅一個3+1房啊。咁可以睇翻個戶型圖啦。咁我哋呢個126平方嘅咧，咁其中呢一個位置就係一個+1嘅位置啦。但係咧，佢冇作為一間房間使用喎，佢係納入咗我哋主人房嘅位置，係做咗個獨立嘅一個衣帽間嘅。來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這個126平方的3+1房，入戶大門的話呢，是從這裡進來，整個餐廳、客廳，包括我們的陽台，它的開間是去到4.3米的。然後動靜分區、休息區的話呢，可以看到1、2、3三個房，包括加上剛剛 King 所說的衣帽間啦，3+1房。四周的話呢，都會有一個飄台，全部贈送給到大家，所以它的一個得房率都是比較 OK 的。呢邊嘅得房率咧係92% 左右，係咁當然啦，仲有一啲早期少少嘅產品啊，佢嘅一個得房率會更加啲高啦。但係咧，好似3期啲產品，基本上價格會比較貴翻少少。咁其實如果你係話用價格換翻得房率咧，其實我講而家4期更加抵玩。哦，這樣子。咁繼續介紹下，然後看一下從進來這裡的話呢，它的一個子母門啊，包括智能門鎖，跟剛剛我們看的那間房的交標都是一模一樣的啦。包括華為的一個控制面板啊，前強電箱跟弱電箱都是在門口這個位置。係啦，咁我哋呢個戶型咧，因為頭先就同大家介紹過我哋個交收標準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主要帶大家睇下個間隔為主啦，係。咁又唔係你企喺個最邊邊位置咧，俾觀眾朋友睇下個廳幾闊。咁總體嚟講，呢個客廳咧係4.3米嘅闊度啊，係目前嚟講除咗一個140方嘅單位係大過呢個廳嘅，其實都差唔多。呢個廳已經係目前4期在售最大嘅一個客廳，差唔多。最大嘅一個客廳。係，因為140方嘅話咧，佢係長啲。但係佢係橫廳嚟嘅，但係嗰個產品咧已經冇貨啦。目前嚟講得翻一套3樓係301，佢個露台咧係朝向翻北邊望翻我哋水系景觀大嘅景觀。其實家建的每個戶型都有它的特色的。咁基本上每個型都唔同噶嘛，有翻啲特色噶啦，係。咁再睇翻下我哋一啲睇完我哋成個餐客廳空間咁啦，再介紹翻下一啲公共區域嘅配套嘅情況啦。咁首先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餐廳餐台嘅位置啦。咁其實呢個位置擺翻個圓台啊，或者係長台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6到8人坐都是可以的。建議舒服啲就6人，但係擺8人都擺得落，係就睇翻自己嘅一個家庭成員情況啦。咁依家呢邊咧，其實佢乜都冇擺啦。咁如果你係話擺翻一個6人台咧，大概1個坐呢度，2個坐呢度，3個坐呢度，其實呢邊仲有一啲位置嘅。咁如果你有擺長台4人台，可能第4個人就坐呢個位置啦。係。咁然之後拉張凳出嚟咧，到呢個位置，將餐台咁闊嘅話咧，呢邊仲有拉埋張凳出嚟，大概咁闊啦，仲有少少，仲有大概咁多位置係可以俾條通道我哋進行嗰個出入嘅。咁再講翻下呢埲牆體啦，呢埲牆體嘅話咧，佢都係可以個駁嘅。咁如果你駁埋佢嘅話咧，成個廚房就做咗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就連同我哋嘅客廳、餐廳、廚房咧，就一體化，睇起身咧就會更加闊落少少。對，更寬很多啦，就會看起來。係啦，咁再入翻嚟我哋廚房呢個位置啦。係，咁呢個廚房嘅話咧，亦都係以一個 L 型佈局為主嘅。咁啊。Cream， 你先大家睇下我哋嘅一個生活露台情況先啦。對，攝影師可以跟着我的一起進來一下，然後看一下我們的生活露台啦。可以看到生活露台它是已經交標給到大家的一個操作櫃啊、操作台面，
包括一个置物柜的。像这里的话呢就比较大了，洗衣机放这个位置，这里可以放那些洗拖布的那个桶，放在这里都可以的。地漏都是已经做好给了大家。上面的话呢，热水器啊，包括我们燃气管道是在这里，在这边的话呢，再加一排的一个置物柜都是 OK 的。咁整體嚟講，呢個廚房咧，如果你係話想剝穿出去啊，咁呢個露台嘅窗咧係可以作為個通鋪嘅。但係街景呢個發展商嘅話咧，佢嘅一個主露台，佢係唔允許我哋進行一個封窗處理㗎。咁如果係話真係想通鋪嘅朋友咧，可能會相對麻煩少少。咁交標都係一樣㗎啦。嘥銀紙嘅煙機、煮食爐、洗碗機，以及星盤嗰個位置咧，未來仲係帶埋我哋菲利叉嘅一個淨水系統嘅，但係目前就係未裝上去嘅啫。係咁，而呢啲位置咧，佢仲做埋一啲刀叉，即係擺刀啊、擺調料嘅一個框架喺度，都係做埋俾你㗎啦。咁可能有啲觀眾朋友問翻啦，呢個位置點解咁窄？一個126平方嘅，因為佢呢個當時趕工趕出嚟個 size 做錯咗，佢依家做嘅咧係90 cm 嘅一個位置啦，但係實質交俾你咧大概係會到呢條界左右嘅。哦，原來咁嘅。咁所以咧，你一個雙門雪櫃呢度都係擺得落嘅，都冇問題。係，同埋櫥櫃呢度啊，有個比較搞笑嘅地方就係呢上面咧係有感應燈帶嘅，有冇見到呢個位置？嗱，我唔使觸控，到呢附近佢就着㗎啦。呢啲亦都係一個交收標準嚟嘅喎。細節方面做得很好。係啦，佢呢啲都係全部交收標準。咁呢個趟門咧就唔過多介紹啦，同樣都係做一個頂櫃，以及有個防緩衝嘅，就係整體摸起身嘅質感咧，可能會比其他地方一般嘅住宅會厚實少少啫。摸起來的材料質感都會好很多。係啦，咁再帶大家朋友睇下我哋一個電視廳啊，以及我哋一個陽台景觀先啦。像電視廳的話呢，可以看到它有4米多的一個開間，這裡擺大的4人位加貴妃椅，擺上茶几，家裡小朋友啊有2個啊，在這裡跑來跑去都是有足夠的一個空間的。其實如果話屋企有細路仔嘅話咧，我依家屋企都係唔擺茶几。唔擺茶几。係因為點講咧？第一個，如果佢好細個嗰陣時咧，可能你會驚佢跌親撞親個茶几。但係如果佢大個咗咧，有時你喺度爬就比較壓定。我係比較中意點咧，就係鋪張地氈擺個梳化，咁你個空間感咧會顯得更加闊。到時候旁邊有個小茶几放杯子之類的咯。呢啲都係睇翻個人嘅情況啦。我係比較中意呢種佈局噶啦。咁電視方面嘅話咧，呢埲牆都係比較闊嘅。咁你擺翻個85多100寸加埋一個4到5人嘅梳化咧，都係夠用嘅呢個空間。是的。這個126平方呢邊開係。嗰邊係開唔到，開唔到，因為Y 某 K 嗰啲窗咧好多都係喺右邊開，跟住左邊咧係一個固定嘅扶手執手俾你拉開，呢邊係主開關為主。咁呢個戶型嘅話咧，佢就做一個4趟門嘅，係4趟就唔係3趟，係。咁然之後出翻去咧，同樣地個景觀咧都係朝住一個東南位置㗎啦。咁望翻出去嘅景咧，其實同107咧，佢係同一個方位嘅，一模一樣嘅。係啦，冇錯。可以俾翻個鏡頭睇下出邊嘅景觀先。現在是6點多鐘了，可以看到周邊的小區交房入住率都是非常高的。咁好似話呢一邊過去咧，就係我哋珠海嘅一個主城區啦。呢邊過去就係珠海嘅主城區。非常近。咁你可以睇翻啦。如果話高層嘅，你呢邊望過去嘅景咧，都係比較開闊嘅。咁在呢度落翻去少少，就係我哋嘅一個幼兒園啦，有個彩虹嘅位置。呢個位置係見唔見到？有個彩虹頭嘅位置。呢度就係我哋嘅幼兒園啦。係呢個幼兒園啦。係咁，然之後再過翻去對面呢個位置咧，依家見到個摩天輪閃下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嘅一個九州美樂匯啊嚇。咁再遠少少嘅嗰個山體啦，就係我哋一個黑白面將軍山。咁嗰邊就屬於珠海一個南屏嘅一個片區啦，南屏南灣都喺嗰邊。咁珠海近期嗰個山下邊咧，亦都開咗一個滑雪場嘅喎。
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呢邊過去亦都唔係十分之遠啊。在廣州也可以，在廣東也可以玩雪啦。係啦，咁廣東雖然唔落雪啫，但係佢有滑雪場嘅前提下，你一樣都係滑雪啦。咁據我所知啦，廣州花都嘅融創文旅城啊，佢都有個比較大型嘅滑雪場嘅。咁我哋睇完我哋嘅工區啦，咁就入翻去我哋嘅一個休息區睇睇。來看一下我們的休息區，像嘉靖這裡的話呢，怪不得它賣得那麼好。剛剛在陽台那裡望過去，三周都是被珠海圍繞嘛。同時的話呢，在樓下就有直達香港的一個巴士啦。佢呢邊嘅直達巴士咧，係成個坦洲嚟講班次最密嘅。你估係幾班車？八次。係八班唔係8次，係8班係。8班。咁佳景呢邊咧，其實佢因為老細佢都係香港人啊，咁佢呢個 shuttle 巴咧，其實發展商呢邊係作出咗一啲補貼。佢除咗班次多之外，另外佢價格都係最平，價錢都最平。因為我哋呢邊同合作商咧係永東巴士，咁然之後呢邊咧正常單程嘅價格咧係120蚊港紙嘅，但係發展商目前咧就補貼咗30蚊，咁就係單程係90蚊港紙有交易㗎啦。那很划算喎。咁如果你話 book 來回飛嘅話咧，就係160蚊港紙會再平少少。這就是買嘉靖的另外一個福利啦。係啦，以及佢嘅一個巴士站啊，因為早期咧佢係露天嘅，咁後期咧就升級咗，佢將個shuttle 巴嘅一個站點咧擺咗喺我哋3期16座嘅一個商鋪樓下，咁下邊嘅話咧係帶埋我哋一啲休息區啊、茶水間啊、洗手間啊。以及後車廳有埋電視有空調。上次你帶我去看過了，很舒服。係整體嚟講，佢會比較舒服嘅，係咁同樣呢個窗出邊咧都係望翻我哋主露台嘅一個景觀啦。咁呢間房嘅話，相信一眼望晒都係點擺都得㗎啦，因為呢間房咧係比較大嘅一間房啊，咁成個空間感咧佢係比較長嘅，係一個長方形嘅做法。咁你呢邊擺張米八床啊，呢邊擺翻排衣櫃啊，足夠空間啦。飄窗個位置做翻一排嗰啲書台又好啦，又或者係化妝台又好啦，仲會有空餘嘅位置俾你去另外再使用㗎。這個空間就像剛剛我們看的那個100幾平方的主人房的空間差不多大了。差唔多。咁呢邊入到嚟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廁。咁整體嚟講咧，佢裝修風格係一模一樣㗎啦。但係呢個客廁因為佢得益於係126平方大少少嘅單位，咁就係會比107嘅一個客廁咧係會大少少嘅。係咁呢個馬桶咧，傾都坐過好多次㗎啦。咁今日就唔再坐佢啦，唔再展示。係咁啲鏡櫃啊，呢啲都係帶齊晒嘅。咁再介紹下第二間房，來看一下整個戶型裡面最小的這個房間啦。然後進來的話呢，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窗戶望上去的話呢，這一邊 King 這邊應該是不會建小區的吧？會有樓，但係佢會有一定嘅間隔喺度。係啦，咁有啲觀眾朋友可能會好奇翻啦，到底佳景佢成個樓宇嘅佈局係點啊？咁我喺呢度開個窗同大家簡單咁講解下嚇。咁好似話右側呢個位置係有一塊水泥地嘅，咁呢塊地塊嘅話咧，佢係屬於一個花園嚟嘅，佢係唔會起樓，咁亦都可以見到下邊咧，佢個地下停車庫咧係有負1、負2兩層嘅一個車庫啦。咁呢邊車位嘅配備咧做到係1比1.2嘅。然而左手邊少少咧，有冇見到地下有記錄柱嘅位置啊？呢啲位置嘅話咧，未來佢係會有樓嘅，係。咁然之後呢邊過去間距咧，其實都係大概有個55米左右嘅區間啦。咁最前方呢個位置有笪水嘅位置咧，就係我哋4期嘅一個兒童中心啊。未來係喺嗰一邊嘅，係。咁畢竟成個花園佢係屬於一個圍合式嘅結構啦，總共係有26座大廈嘅。咁第一排嘅話咧，佢就係總共起咗有8座。中間呢排嘅話咧，就係起咗有6座嘅，係空間再講下啦。空間感的話呢，大家看到方方正正的啦，它基本上這個插座在這裡，那肯定就是在這個位置擺一張1.5米的床啦，同時這邊就做一個到頂的衣櫃，包括梳妝台坐這邊。其實像這個位置啊，
也可以做一個櫃子之類的。其實我覺得呢間房嘅話咧，你因為佢個長度係唔止2米嘅，係啊，比較長啲。佢應該大概呢度係有個2.7米左右嘅距離啦，咁或者2.6米左右啦。咁其實你係可以擺張2米嘅床，再加個60公分衣櫃。又或者如果有再多餘嘅空間咧，再拉長少張床擺到2.1米咁啊，咁其實係會比較舒服少少。是的。咁唔知空間感就係咁噶啦。呢間房就睇完啦，我哋再落翻下邊嘅主人房啊。咁主人房咧，佢係分咗2個部分嘅。咁入到嚟呢度咧，第一個部分就係我哋呢一個陽台送的陽台佈建嘅一個衣帽間，嚴謹啲嚟講係咁講啦，陽台佈建嘅衣帽間。咁呢個位置咧，其實佢係以一個露台嘅形式佈建俾到我哋各位觀眾朋友嘅。咁當然啦，呢個窗到時發展商都係封好再交收俾我哋。就按照現在這樣子一模一樣交付給到大家。係啦，依家嘉景呢邊15座實體市場單位咧，都係鎖結啲所得嘅。哦。咁空間感嘅話咧，大概就做2排櫃啦。呢邊靠窗邊可以做一排台啊，坐咗喺度。咁你基本上中間仲有比較闊落嘅一個活動空間啦。係咁呢個位置，既然作為咗一個衣帽間嘅話咧，咁入翻去主人房空間位置，你就只擺張床就 OK 啦，就唔使話再掉埋個衣櫃。咁再講埋呢個主人房嘅套廁。主人房的操廁看一下。它的一個洗手台就比較長了喎，大很多。看這裡的話呢，擺放東西就方便了，同時它的鏤空位也是比較大的。整個一個金櫃的話呢，一整條長形的，擺放東西就多很多了，說明這個女主人很喜歡買東西可以。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的淋浴這裡啦，淋浴這邊的話呢，闊好多呢個。啊？這個寬很多。看一下。做了一個3趟子推拉門的一個設計啊。佢呢個淋浴區嘅話咧，會比我哋客廁嘅區間會闊好多。係，佢會闊好多，基本上四邊都揩唔到啦。而且好似話個窗口位啊，亦都係十分之大嘅。來看一下，一樣的，跟我們的書房那個衣帽間的房間擺放的一個窗望向的位置都是一樣的。一樣㗎，只不過佢呢邊咧會有更加大嘅一個內置百葉簾俾到我哋使用咯。咁再入翻嚟就係我哋一個休息區個位置啦。咁呢個房間嘅話，你唔需要擺衣櫃啦，咁你擺床其實係點擺都 OK 㗎啦。咁成個空間感咧就係正正方方嘅。咁基本上大概就係咁噶啦。咁呢個會形咗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位置有個凹槽啊，啱好擺得入阿傾一個人喺呢度。咁如果係話想利用埋佢嘅咧，其實呢度你到時可以做一排啲細細地嘅置物櫃。置物櫃係咁，有啲觀眾朋友問點解呢度會有個咁嘅位置咧？咁查實就係呢個位置其實本來係個飄窗嚟嘅，當時佈建係飄窗，但係嘉景康城嘅發展商咧將呢個飄窗剝咗，咁就順延埋入去，咁就所以導致咗有個咁嘅凹槽位喺度。但係呢啲空間嘅話，畢竟係全震送嘅，咁你有咩諗法可以做嘅，咁你都可以做埋上去使用咯。但係呢個位置咧又係有個窗喎，建議嘅話咧就唔好做咁高啦，做矮少少同呢個齊平啊。咁呢上邊可以擺一啲嘢，下邊都可以收埋啲嘢，擺一啲紙巾啊，或者收埋下啲私房錢啊，又或者係啲亂七八糟嘅呢度都可以擺一擺嘅，多個佔空間都係唔錯嘅。咁我哋呢個126方嘅單位啦，亦都參觀完畢啦。係咁，阿 Cream 你要唔要使唔使同大家總結下我哋嘉景康城嘅優勢到底幾點啊？嘉景康城的優勢，我看了以後呢，就是它的一個公共區域的一個位置是做得比較漂亮的，包括它的一個大門啊，還有小區的一個綠化，我覺得都蠻好的，因為它一年四季都會有花嘛。然後呢，同時現在看到這些交標，它用的一個材料玻璃啊，包括智能化的系統，還有護牆板，包括房間的一個牆紙，牆布嚟嘅係布嚟嘅，所以說相對於來講，它的價格雖然比周邊的貴一些，但是它用的材料啊，都是花在刀刃上的了。即係唔係使喺刀柄上面。係啊。
咁其實言歸正傳啦，咁由阿 King 嚟再總結一次啊。咁佳景康城咧，佢嘅優勢，第一佢同樣地都係離珠海隔咗一條馬路嘅啫。係咁，如果你話同珠海嘅樓宇價格作為一個比較嚟講咧，佢嘅優勢咧係十分之明顯嘅，因為嗰條馬路珠海市區中心嘅3萬幾啊、4萬幾嘅樓都係有嘅。咁你就算最平嘅都要去到2字頭左右，或者係接近2字頭嚇。咁目前呢邊嘅價格咧係大概就15000幾到16000幾左右，都係有交易㗎啦。咁如果好似話你係選翻市區1字頭嘅單位咧，呢個交收標準你諗都唔使諗。對，做不到的。因為呢邊嘅交收標準咧，發展商係按住一個3000蚊嘅公價去進行一個打造嘅。咁可能後期我哋需要投入嘅一啲成本啦，會更加咁低。就不用說再自己花太多的錢去裝修了。係啦，因為佢帶晒俾你。咁第三點係咩咧？第三點其實我覺得係唔關佢錢銀事嘅，但係亦都係因為呢件事嚟導致涉及到少少錢銀關係。係咩事？即係話阿 King 喺佳景康城做咗咁多年啦，咁整體嚟講，成個佳景康城咧，佢嘅一個人員即係人口居住咧，數字個質素係會比較高嘅。咁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怎麼說呢？我不好怎麼表達，由你來表達。我嘅表達係咁樣表達嘅，因為成佳景康城咧，整體嚟講，佢出租嘅業主係真係比較少，基本上係講到話係供不應求啊。咁所以因為佢成個交標比較高嘛，咁如果出租整爛咗嘅話咧，相對嚟講你執收翻啲成本都唔低嘅。咁所以導致成個佳景康城咧，出租嘅樓宇係真係比較少，大部分買嚟自己住咯。係啦，正因呢個原因咧。咁導致成個屋苑都係以業主為主啦。咁呢個屋苑嘅業主咧，其實大多數都係香港嘅街坊啊、澳門嘅街坊啊，以及我哋珠海嘅街坊。咁成個人群質素嚟講咧，相對嚟講就冇咁雜亂啦。明白。係啦。咁講到咁多啦，咁如果係有啱嘅朋友咧，咁就事不宜遲，咁得閒可以隨時聯繫翻上方聯繫方式，聯繫翻我哋，帶你過嚟實地睇樓。好的，行，那我們下期再見了。好，拜拜。拜拜。